相思落叶曲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伤痕累累。我用痴情绑自己。 在雨中出发家己，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？ 请修理机车师仔一名。大哥阿姐，我去学修理机车好无？只要你家己若有兴趣，学啥物拢会用的。那安尼我等一下吼，就去这间机车行应征。彬彬啊，你若下定决心。 就爱好好啊学。啊，毋过别人敢会笑我？笑啥？职业无分贵贱，行行拢会当出状元。多谢大哥阿姐甲我鼓励。哥，入来坐。彬彬，啥啊？大哥阿姐，是阮小弟啦。哥，我敢袂用伊入去看大哥阿姐。大哥阿姐，你好。好，家姐，你来看彬彬，恁爸爸妈妈敢知影？阿嬷知影。那安尼你转去，恁妈妈若知影，一定会甲你骂。我唔惊，就算甲我拍，我嘛要来看哥。好，安尼恁兄弟去开讲啦。你是毋是对阿嬷遐知影我住伫遮？本来昨暗我就要来啊，要毋过阿嬷讲伤晏，我只好等到今日，害我规暗拢无困。伫个家路内底，我甲你献一个脆皮，你是毋是会分我？我嘛会用。恁若是会分我，即马你就会当讨转去。若是要加利息，加拍一个嘛无要紧。哥，就算讲你拍我100个、1000个，我嘛袂怨恨你。你敢会记得细汉的时阵，我耍汽油，甲咱厝的烧掉。你伫个房间内底困，我冒险冲入去房间内底，去甲你抱出来。迄个时阵我还阁细汉。你毋若无感谢我，
搁伫妈妈面头前骂我气甲吼，想要甲你等等火内底，活甲你烧死。要毋过你嘛无甲我等入去，因为我是恁弟弟。袂见笑，想讲你家己水面哦。旧年爸爸碰见一粒白金的赖达，妈妈伊硬要赖我，讲是我偷摕的。你明明知影是我摕的，要毋过你甘愿受委屈，因为你是阮哥哥。有几啊摆吼，我真正气甲想要甲你电死呢。要毋过你毋甘失去一个可爱的弟弟。你想讲你家己真可爱是毋？以前真可恨，将来就会变甲真可爱。讲话啊算话哦。一定算话。以后莫搁做互爸爸妈妈伤心的代志。我要做个心目中可爱的弟弟。妈，我等你足久啊，你去倒位？我是老实讲，不准骗我。妈，我只是出去行行的，无去倒位啦。你看你拄只，敢若着爱个总管同款，到底什么代志，互你这么欢喜？我去看哥哥。你看到冰冰啊？伊住伫什么所在？伊住咧舅阿姨因兜。哦，伊过得好无？是毋是瘦啊？无啊，甲以前同款。哦，妈，我去看哥哥，你应该袂生气吼？恁拢是我的后生，只要恁莫做毋对代志，妈就袂生气。哥哥爱我甲妈讲，伊真好，请你毋免担心。妈，哥哥讲，等明年考到大学，伊才要倒来见你。阿公，阿公，你要上班啊？早饭已经煮好啊，你来趁小食哦。好。一斌，你哪一透早就走来？我等袂到你的答案，只好利用上班之前来看你啊。好佳在你早一脚步，若搁较晚咧，我就去车站啊。我时间才准准啊，你走袂去啦。哦，几生笑的，莫当作正事咧。一平啊，老早，你话讲搞早？一斌，有啥物代志是？秀秀，我妈妈伊甲我逼甲足暗的，我只好来找救兵啊。我要安怎救你？你量早互我答案嘛？要若无，我妈妈一天到晚要甲我介绍女朋友，我真正挡袂掉。我毋是讲过啊，你应该听你妈的话。我希望你做一个有效的后生。我若是当接受，早就接受啊。咱就等到即马。好啦，我会量早甲你讲。你男经常敢有伫咧？你坐啦，我去叫景祥。景祥，景祥，秀秀来啊！景祥，景祥。我走卡，搁来煮物件，恁两个慢慢啊讲。景祥，
你出来的时阵，为啥不爱通知我？我无想要甲你添麻烦。你等到厝了后，为啥不敲一下电话给我？我甲你互我的电话号码放去啊！你敢知影我来找过你？阮妈有甲我讲，你若毋讲，你摆去阮家，实际上你根本就无去。我真正有去，也毋过我行到门口口，我无入去。秀秀，你是一个好查某囡仔，你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你对阮家的大恩大德，我永远拢会记着。景祥，我不爱听你讲这个。9年啊，你转来，敢讲拢无别句话要甲我讲？我想要知影，为啥到阮兜门口口，你不爱入去？我想足久啊，我嘛有详细考虑。我必须要甲你讲，我配你袂起。你当初做唔对，是因为你赶紧一时糊涂，你已经受到惩罚啦。我感觉，在你的人格上，并无任何的污点啊。在我的人生道路上，我已经留下洗袂清的污点。秀秀，我即摆啥物拢无啊，而且负债累累。将来，我会阁忍受别人无同款的眼光，嘛会忍受三车的折磨。你是好人，你为我所做的已经伤济啊！我袂用去拖累你，甲我受罪。秀秀，咱自细汉到即摆，一直拢是好朋友。你若是有心，我希望咱会当一世人保持咱的友谊。你是讲我甲别人结婚，咱也是好朋友？迄个人看起来真斯文，真体贴，嫁予伊，你一定会幸福。你看过伊？我伫恁兜的花园看到你甲伊做伙，我并不是为着伊才唔敢见你，是我的感觉认为你应该嫁予伊。伊叫江一斌，伊是我伫咧大学的时阵的同学，伊对我一直足好的，就跟以前你对我同款。秀秀，甲以前拢放袂记的，把握感情的幸福。我诚心甲你祝福。
喂，偏交东，东东，我是大姊，大姊，你伫倒位？我伫路边的公共电话。哦，大姊，你讲什么代志？今日暗时，我有淡薄代志要甲你讲。下班了去大哥阿姐遐。大姊，究竟是什么代志？敢袂当先甲我讲？其实嘛无什么代志，见面了再搁讲啦。好，到时再讲。东东，大哥阿姐，恁爸爸妈妈好无？多谢大哥阿姐的关心，阮爸爸妈妈身体拢真好。好，健康就是好啊。大哥阿姐，你的大位。坐，恁大家拢坐啊。东东，坐啦。大哥阿姐，最近你的气色好足济哦。我袂歹啦，想袂到针灸对我的病阁真有帮助啊。冰冰，以后你要常常送大哥阿姐去针灸。需要钱的时阵，你来找我摕。哥，免啦，我有。你最近敢是无去歌厅唱歌啊？要哪有钱啊？我妈好爱啊。迄哪会用钱啊？你已经遮大汉啊，抢在春酒甲酒后伊讨钱，你敢袂感觉见笑？秀秀讲伊当时要来。伊无讲，伊叫我下班就来。哦，婉婉，头拄秀秀伫电话中是安怎甲你讲的？伊讲伊真紧就来。伊敢有讲什么代志？无啊，大姊讲话拢真神秘。我是感觉大姊咧讲话时阵，敢若真慎重的款呢。婉婉，阿翁啊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嘘，开会啦。开会那拢唔讲话啊？武林大会都爱较慎重的。我决定要结婚啊！大姊，是林景祥也是江一斌？是江一斌。好，阿明甲秋霞在天之灵，听了一定足欢喜的。秀秀，恭喜你！邦文啊，去接天花。邦文啊，叫你去接天花，你有听到无啦？女人，你帮助伊，伊呀，颠倒去帮助别人，想袂到啊！伊将这个物件放伫咧眠床顶了后咧，伊等一困啊，哗一声，砰一声，哎
哎呦，哎呀，大叫一声，救命哦！救命去跳啦救！喂，佩佩，最近啥款？袂歹啊，大姐是毋是有代志要甲我讲啊？我甲依萍要结婚啊！大姐，恭喜！好，好，大姐你若是认定啊，一定要赶紧甲我讲哦。好，大姐再见。再见。阿公，你一定娶一条对吧？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哎呦，拜托的啦，这喊我啦，我要练功夫啦。爸爸妈妈，阮大姐要结婚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我拄则看到倒，我拢找无啊啦。妈，爸爸，我是讲阮大姐要结婚啊！无的确吼，伊明仔载搁敲电话来讲唔结婚啊。袂啦，妈妈，这个是千真万确的，绝对袂搁改变啦。伊忍不住又搁哭出来，伊哪走哪哭，目屎将伊的目睭打住，伊看袂到方向，嘛找无路啊，敢若起笑共款向前走啊！爸爸，你莫搁看武侠小说啦！爸爸暗时若是无练功吼，我就困袂去啦。你先停落来啦，我要甲你讲话啊。要讲什么啦？阮大姐要结婚啦！哎呦，伊结婚无路用啦，爱你结婚才有路用。哎呀，爸爸，我毋是已经答应恁啦，只要恁爱我结婚，我就马上结婚。你讲要找你大兄参详这个第三个代志，用无呢？哎呦，大兄去南投找伊第二个囝，也袂转来啦。安尼大兄转来，你要紧去找伊讲啊！哈，好啦好啦，我要练功啊，你莫吵啦。爸爸，大姐结婚的时阵，我要去台北哦。好啦好啦，伊若无敲电话来讲哦，伊的婚礼要取消，你就去啦。叔叔，我想即届袂阁有任何的代志阻挡你的婚礼啊，吼。啊，毋过我希望伫你结婚之前，阁详细想看卖啊。阿公，我已经下上大的决心，无必要搁再考虑啊。叔叔，你着爱详细考虑嫁予依萍的动机，袂当讲因为其他代志的刺激，才决定要嫁予伊。阿公，你放心，我想真久，我是心甘情愿嫁予依萍，我会全心全意做一个好家后。好，我为你欢喜，我嘛为依萍欢喜。哦，对啊，你应该约依萍过来，甲你研究一下结婚的代志。我决定嫁予伊，也毋过我袂甲伊讲。啊？这边哪会用的啦？准新郎还阁唔知影家己要结婚啊哦！紧敲一通电话，甲伊妈妈讲。嗯。喂，
一平，你倒位找？啊，敢嘛？我是秀秀。是安怎？妈，头拄仔先打电话来，敲唔着电话，我就是讲秀秀，伊会打电话来。你哪会知影秀秀会敲电话来？无出团，秀秀，哼！你目睭内都看袂着其他的查某囡仔，论外表，伊也无军儿水啊；论才华，莹莹也阁是一个准朴树。一边，我实在袂明白，你哪会买秀秀买到这落款啊？妈，这是应婚嘛？秀秀，你毋是已经下上大的决心吗？你还搁咧丢丢啥？你接啦？喂，一平，我是秀秀。我伫咧等你电话，我无讲要打电话给你呀。不过我感觉会对。秀秀，早起咱讲过以后，我就真着急要知影你的答案。秀秀，我毋是咧逼你，我讲的是真心话，我绝对袂逼你。只是我不忍心看你安尼忧头壳面，我希望你每一天拢会当过得真快乐。一平，我即摆就用伊甲你讲，你想要知影答案。你紧讲啊，秀秀。我想要赶紧举行婚礼，日期你来决定。这届不管佮有甚物款的意外，拢袂改变我的决定。一平，祝你放心，只要日子决定啊，我就袂改变啊。再见。人电话都挂掉啊，你搁戇神戇神。妈，秀秀伊答应啊，你紧紧一下日子啦。你搁相信伊的话？伊顶遍嘛答应啊，敢毋是？这边无共款啊。你遐尼相信伊？阿公总算会当甲金甲头酒当大放落来啊！阿公，你是毋是真是足欢喜的？毋那是我欢喜，连恁阿嬷嘛会真欢喜。日子，遮尔晚你搁要出去哦？有一个做唱片的吴总经理约我去讲代志。我甲你做伙来。创啥？嗨对咯。日子，有我保护你，总是会较安全啊。免啦，假使有无正经的人才跟我，我着。你着用嘴甲甲。我着用我的拳打讲伊的头。
你讲话哦，甲唱歌差不多啦。算算去啦，你留伫厝里陪到卡姐。好啦，啊毋过你爱较早转来哦。是，少爷一定遵命。弯弯走啊！伊一感觉暗哦，四界爬爬走，无用出唱片的代志。伊一个查某囡仔，嘛真为难伊啦。想要出唱片，哪有遮简单？除了本身的歌声爱好，都爱搁交际。若是无较接去甲人盘烂的哦，哎，迄都拢去了了啊！想袂到遮尔黑暗。哎呀，这所有的代志拢共款啦，做倒一道的拢嘛爱盘烂，只不过是演艺界较会引起人注意。凡事哦，报纸阁会甲你牵出来。听讲，应该靠报纸的宣传甲捧场才会红。迄当然啦，无报纸甲你报道，就算阁较红，嘛无人知啊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因阿兄吼，伫咧做记者。我来去拜托伊哦，替你制作宣传。哎呀，煞去啊！你莫点啊计较啊！你好好啊顾你家己就好啊。冰冰，你嘛来看你。有缘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你坐啊。妈，我无想要转去。你是毋是在怨恨妈？我无。冰冰，妈有时阵较激动，讲一寡无好听的话。其实，妈从来毋捌看袂起你。家姐是我的后生，你嘛同款是我的后生。我知影。阿嬷疼你，妈嘛同款疼你啊。我知影。你伫外口乱开钱、乱签销，我只有伫你后壁甲你立笑。我从来都毋捌伫恁爸面头前讲过一句话。恁爸一直会怪我，予你伤侪钱，甲你成歹啊。其实我嘛足为难的，我予家姐钱，无予你钱，你心肝内会阁感觉我足偏心的。我以前确实有这种想法，啊，毋过我即马感觉这种想法足幼稚的。在妈的目睭内，你一直拢是囡仔，也毋过我所袂记你已经大汉啦，你嘛会晓想啊。自从你予家姐迄2本资了后，我才雄雄想到，冰冰已经毋是细汉时阵的冰冰啊。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妈妈非常的疼爱我。我会记得我破病的时阵，妈规暝伫咧我身躯边照顾我。我会记得妈妈为我着中笑。我会记得妈妈为我犯错哭。我知影妈妈为我付出的心血。我一定会记得家己是妈的后生。妈，以后我会学好，我会好好啊打拼，我嘛会好好啊友好爸爸妈妈。妈，我暂时住伫咧大哥阿姐家好无？你所做的决定，妈袂反对。多谢妈。来，收起来，身上袂记无钱。妈，我已经找到头路啊，我会用个开家己赚的钱。也毋过，你爱到月底才有领钱啊。我会当忍耐啊。假使你若有急用，
打电话给妈，妈随时给你送来，哈。明仔载我叫家姐把你的衫送来给你。多谢妈。爸，我伫个公路内底迄几工，我想真济较早毋捌想过的代志。我发现我已经大汉了。你确实大汉啊！爸，我已经袂少岁了。假使讲我即摆若无去试，我是要等到什么时阵？我总袂用互爸爸妈妈两个人照顾我一世人。杨哥，你还少岁啊！我想要试看觅，家己坚强徛起来。换完，换完，换完。换完，换完，你去倒位？应该我先问你，你去倒位啊？你又看卖？我看你安尼笑头笑面，是不是统一发票得头奖啊？比着头奖搁较欢喜哦。敢会讲出来，先煞互我欢喜一下。我看到冰冰啊，伫倒位找到的？就爱来因兜啊。看这个款，你母仔囝讲了真欢喜哦。嗯，冰冰真是大汉啊，嘛捌代志啊。家姐嘛是同款，我拄则有去伊的房间，看伊一个人哦，足用功咧读册，连我入去哦，伊拢无发觉啦。实在是使人想袂到，假使毋是家姐出这件代志，咱就体会袂出来冰冰的优点。家姐伊就袂受到冰冰的影响，在一夜之间做360度的大转变，变了又搁乖又搁听话。对即马开始，咱才真正算是有两个后生啊。冰冰，阿妈，我着还袂讲话，你要哪会知影是我开的？阿嬷暗顿食了后，就坐伫个遮等你的电话啊。阿妈，我找到工课啊！哦，什么款的工课？修理机车。啊，修理车哦。我有找几个头路啦，若毋是人无爱滴我，就是我无想要做。后来我找到迄间机车行，我介意机车，迄个头家嘛介意我，我就开始上班啊。阿妈，阿妈，你哪会讲话？冰冰，你若去修理机车，安尼毋是逐工拢呼甲乌头乌面，规身躯拢油滴滴。我会使学到一个技术，阁会当领钱过日子，我才袂去管遐济啦。我已经真满意啊！明仔载透早吼，我阁要上班，我去洗身躯要困啊！哦，好，莫袂记你明仔下暗敲电话给阿嬷。再见。冰冰啊，咖啡煮啊跳来换接新的啦。拄则我已经检查过啊，应该无问题啦。安尼等下我来检查好啊，你先做别项的。哦，好。
五个，你搁再等一下。冰冰，阿妈，冰冰，妈，冰冰，妈，你不应该让阿妈来遮。是阿妈会坚持要来看你的，阿妈听你，我哪有啥物法度啦？阿妈，以后你莫来这个所在啊啦。带我转去，我不忍心看我的乖孙变甲安尼，行，跟我转去。阿妈，我真无简单才找到这份头路呢。也毋过，想垃圾啊！妈，你着互冰冰留在遮啦。为什么？冰冰还阁少岁，加磨练一个，对伊将来做人做代志拢有帮助啊。妈，多谢你，我一定袂辜负恁对我的期望。你要加油哦！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阿公，阿妈是在倒一班哈？就是当囝来迄班啊，你看已经到啊。秀秀，秀秀啊！阿妈，阿哥，阿妈到位啊！阿妈，来，秀秀啊！哎呦！啊，来，第一点啊，你是安怎两只打电话给我嘞？哎呦，妈咪啊，你袂当怪我啦，是秀秀临时决定的啊，伊一决定，我就打电话给你啊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是安怎让秀秀的婚事一直拖延呐？哎，伊是当事人，伊要拖，我嘛无法度啊。你阁讲会出嘴哦？你这个阿公是安怎做的？我只会当伫个边啊，甲苦劝尔。伊家己不爱做决定，刚讲要叫我别去哦。高再安怎讲，伊嘛是囡仔，虽然咱甲辅导替伊想办法，伊才会当决定啊。哎呀，妈咪呀，秀秀袂少岁啊，伊有伊家己的想法啊，应该安怎做，伊家己拢知影。哦，你嘛知影伊袂少岁啊？我问你啊，一个查某囡仔30岁啊，还无结婚，就已经真害啊呢！万一将来若是嫁袂出去，我问你是要安怎对会去秋霞当初甲秀秀交予咱的心意甲期待啊？好，规定安怎讲，拢是你对，我唔对，安尼会用的吼？当然是你唔对，像顶届决定好婚礼，就无应该延期，差日子来就出代志。迄是秀秀心理上的矛盾。感情上无法度做决定，我认为哦，咱无应该干涉伊。好，
那安尼我阁问你，秀秀到底是介意江一平，也是介意林金祥？这哦，林景祥是伊的初恋，嘛是伊青梅竹马的朋友。论感情，甲伊有较深啦。安尼我阁问你，是安怎秀秀要嫁予江一平啊？这秀秀决定了真突然，我嘛感觉真意外。你感觉意外就好啊，你也唔问是啥物原因。若是秀秀无介意江一平，为着一时的打击，一时的受气，就嫁予江一平，将来若是无幸福，我问你是要安怎？阿妈，你莫阁怪阿公啊啦，无的确是阮妈留予我的责任伤重啊，我有淡薄仔袂堪的。为着小弟小妹，我差一档袂记我家己。嘛，辜负了阿公，还有阿嬷对我的期望。阿妈捌答应过恁妈妈，除了教你车养大汉，阁爱互你有一个幸福的归宿。秀秀啊，在你还未结婚以前，阿妈问你一句话：江一平、林景祥，你较介意啥呢？阿妈毋是外人，甲你心内想要讲的，拢讲出来。在你还未结婚以前，阁会当补救。阿妈，秀秀，你是毋是介意林金祥？秀秀，你是安怎毋甲你介意的人结婚呢？敢讲有啥物原因？是毋是因为林金祥捌犯罪有污点？毋是，安尼你应该无理由嫁予江一平啊！我欠伊这份情。假使讲只是因为欠伊的情，甲你一生的幸福摕去还，安尼对毋对啊？阿妈，在我的生命过程内，对15岁开始，我就一直欠人的情，妈留予我的，更加是一条无法度害清的感情债。阿妈，阿公予我的，比海水搁较深，比天搁较悬。这2咱做的恩甲情，已经甲我底甲袂喘气啊！你敢知？所以你就爱甲耶稣同款，派迄个十字架，承担你妈妈甲你留落来悲剧命运。阿妈，我除了安尼生做，无第2条路通行。我听恁阿公讲，江一平的妈妈真歹应付，甲我的衫吼，缀伫咧新新妇的衫顶面，将来新新妇才袂爬起你我的头壳顶。妈，秀秀毋是你想的安尼啦，这甲你无地带，那就安尼做啦。安怎？娶某啊，都敢若会晓维护家己的某？